为了要协助这散车的少年人会当伫社会徛起，高雄市社会局有一项脱贫计划，专门帮助弱势家庭的大学生，透过逐个月欠钱理财规划，协助就业等等的课程，已经协助71个大学生3年加起来已经协375万了。 顺利毕业的小安去安养机构甲阿母翕相，单亲家庭本地就辛苦。2年前，阿母雄中途失智，迄当时伊搁咧读册，加在社会局协助安置阿母。小安参加脱贫计划，伊网页设计专长摕到袂少奖项，即马准备要读硕士班。在我毕业后会有一笔资金，那这笔资金其实可以来负担妈妈的 机构费用，那也可以来补助我的学杂费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补充自己的技能。 星星共款是大学毕业尔，是一间游戏公司的营销设计师，原底是弱势家庭的囡仔，伊真感谢这个脱贫计划。如果我没有这笔资金的话，我觉得我并不会这么冒险的想要去追求自己理想的职业，可能会很保守的选择去考个公务员。这3年来，社会局协助71个弱势家庭的大学生。 每个月上济欠3000块，社会局共款佮提供3000块，帮助因欠钱，上济2档会当欠15万。另外，佮有理财课程，协助因找到未来职业，顺利就业。 当你大4的时候，其实多数都会去就业。那我们希望真的这一群人能够帮助这些孩子，你毕业后就能够顺利就业，帮助家庭的经济可以累积一笔资产去做脱贫的一个运用。毋但有社会局协助，这2个少年人嘛真拍拼，互人生平等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